为着要鼓励在地文学创作，高雄市举办打狗弘毅文学奖。今年报名的作品有1325件，是往年来上济一摆。其中台语的新诗是由苦瓜丁凯花蕊得到高雄奖，作者是写出妈妈的故事，感动平心。文学奖啊，颁奖典礼，着我伫车，诗作家咱啊总请。由王家华老师改编这首《盐埕区长》，佮配上老师家己写的词，唱出高雄在地特色，这嘛是打狗弘毅文学奖的精神。你坚定无认命的精神，像温柔的月光，照光我的心窗，行向光明。这篇苦瓜丁凯花蕊，就是今年得到台语新诗高雄奖。作者蔡秋芬是以妈妈的故事来写这首诗。其实伊有一个罕病查某囝，照顾30冬，是妈妈无认命的精神，予伊真大力量。因为诗词的亲情伦理嘛感动评审。这句诗句对我来讲的影响真大，因为我有一个查某囝，伊是先天的罕病，嘛会失智的时阵，但是我只要想到我老母，我就感觉讲。这无啥物啊！除了台语新诗、毛小说、散文甲新诗项目，今年打狗弘毅文学奖是头一摆开放线顶的报名，当中1325件是上济一摆，创作题材为家庭到社会议题拢有，互今年竞争更加刺激。的话，我们的文学奖的话，我们的参赛者都在想尽各种方法，可能写家庭、写社会、写各种不同的层面哦。都希望把人性做最好的一个展现啦。打狗弘毅文学奖已经举办13冬，望鼓励介意文学朋友，这摆连国外嘛有真侪人投稿来呈现台湾的创作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